大家好，我咧嚟到呢個啟德嘅空中花園，見到前方啊，就係我哋嘅主場啟德體育園。大家望到河景一帶啦，非常之清靜。放假空閒嗰時咧，可以帶埋一家人一齊喺度散步，慢慢行下都得㗎。感覺非常之空曠。身處喺空中花園呢個位置呢，感覺非常之涼爽。呢邊就係啟德海灣。大家我嚟到啟德海濱花園，睇下呢個長廊幾闊，海景等住我哋大家嚟睇，非常廣闊。啟德海濱花園咧，見到好多熱愛做運動嘅人士跑下步。望向維港、香港島一帶，海景非常之燦爛，太陽啦。呢度咧都可以算係寵物嘅公園，見到有寵物嘅主人貓貓狗狗可以喺度即係玩樂、休息、休閒。海濱長廊其實真係好闊㗎，等我帶大家去睇下先。海濱長廊無論長度、深度、闊度，係闊嚟到360度視角先。海濱長廊嘅途中咧，發現咧，其實周邊嘅配套商店設施咧，其實都喺不久嘅將來咧，都係興建緊嘅。咁我哋就拭目以待。